有台电员工劳动节发起抗议，要求核电继续放。各个经济部的官员为错误的能源政策会失礼。国民党的立委嘛批评错误的能源政策害台电了钱，真做无底深坑，永远就要靠半钱补助才经会落去。台电员工气候先锋者联名发起人杨家发号召5.1劳动节到经济部抗议，呼吁唔通互错误能源政策伤害台电，造成逐年严重了钱，嘛呼吁能源政策回归科学有理性。核电还是一个国家发展最基本的电源。我确实讲，我是核电的工作者。我在核电工作了40年，哪一个反核电的人是真正了解核电的人？或者是以几日工程西班牙、葡萄牙大停电做例，虽然停电原因有待调查，但透过这个事件嘛，需要思考再生能源供电无稳定的状况，需要有相关的配套。那我们自己的配套措施到底有没有做好？我们是不是有可能避免像葡萄牙、像西班牙一样发生再生能源因为供电不稳定而造成大停电的一个情形？在野党立委批评错误的能源政策，让台电变成无底坑，点会当一直来播报。每一个人辛辛苦苦赚的纳税钱，目前已经补贴超过了3000亿，进到这个台电里面去。现在政府又想要再拨补1000亿，这代表我们每发1度电，我们每用1度电，我们都在亏钱。如果1000亿能够让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对我们台湾厂商在面对关税这么严苛的这个命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这个1000亿补进来这个对我们的财务这个减轻非常大的这个压力。针对抗议行动，记者用纳税钱拨补，阁有要求核电延役，阁有官员爱为错误能源政策来道歉。郭智辉强调，能源政策唔对甲对，唔是某一方面的人来批评，大家人拢有无同的想法，并唔是无按照对方的看法，就是错误。公视新闻综合报道。